这是东南亚老挝国家，现在我们洗澡好了，准备回家去了。看这个裙子是怎么穿的哦。这是老挝一个裙子是怎么穿的，简单这样就可以了。欢迎来老挝。大家好，这是东南亚老挝国家。阿丽干嘛？刚来了，过来，一起洗澡哦！来，一起澡了。一起洗澡哦！一起洗澡哦！来，一起洗澡看。妹妹现在要学习。大家好，这是东南亚老挝国家，我们今天就到海边洗澡了。这是我家黑妹，我帮她洗个头，头发好长耶。老挝这边一般都是用洗衣粉洗头的，挺香的啊。这是我家黑妹，我们到这边每天都是在这边洗头发、洗澡、打水都是在这边的啊。大家好，这是东南亚老挝国家，这是我家宝贝啊，6号。我们今天是没有水了，水里没有水了，我们来这边啊，到河里洗衣服。米农姐和米农在干嘛？洗衣服，他会了啊！看看他是怎么洗啊！跟着我下个顺车一下。你看后面呢，好可爱啊！大家好，这是东南亚老挝国家，看看我家妹妹干嘛呢？他们把那个石头来擦擦腿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过来洗澡啊！看看我家妹妹啊，他们在干嘛呢？这是东南亚哦，老挝现在天气太热了，没有水了，很干燥。大家好，这是东南亚老挝国家。老挝现在是旱季，没水了，天天是特别热，今天40多度呢啊！看看好多美女都来这边洗澡。这是我家说在洗澡，在刷牙，然后这边美美他们在洗澡啊。看看啊，阿刀，黑妹，阿令了，阿令姐，大家好，这是东南亚老挝国家，我们这边只有一个肥皂啊，妹妹他们都没有肥皂，然后玛丽有一个，就互相用吧。弄个么多子弄的呢，有一个啊，一人用1次啊。这是我家，来看看啊，只有一个肥皂，然后这个肥皂是玛丽的，妹妹他们都没有。大弄个么多子呢？看啊，就是一个肥皂洗几个人啊，学几个一起用。阿丽，怎样啊？洗澡。大家好，这是谁啊？玛丽在干嘛？洗澡。洗澡哦，脸好水哦，好凉哦，水好凉。水好深哦，里面好深。今天特别热，天气太热了啊，没办法。家里也停水了，没有水了，一起过来，过来。看玛丽在干嘛？小个，哎呀，我家玛丽哦，洗澡凉不凉啊？不凉啊。不凉，怎么的？好美啊！